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月7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民进党立法院党团总调郭建民发出要提案罢免立法院长甲国民党立委，民进党是表示针对罢免党内无讨论。高雄新甲派出所一个警察防检机伫网络传讯息要找人做伙食毒，这个警察有毒品的反应，嘛超着有其他米已经免职。高文地学生柯富顺甲前选镇的募款委员会执行长郑淑心，拢指控高文地政治现金有问题，但背期讲要提告。来看这礼拜会有2阵的冷空气，天气是先打冷，稍来会各湿各冷哦。下晡温度就会开始降落，低温只有13度到15度。气象署嘛表示讲，这礼拜拢会真冷，民众就要有准备。昨暗晡合欢山甲玉山嘛开始落雪，玉山气象站嘛已经有积雪咯。玉山经过一暝飘雪，太阳能房顶也积极淹雪。天光了后，工作人员无用清除。玉山北方气象站也雨雪砍掉的。抓算落雪时间是初6返点甲1点。透早站内积雪已经达到0.5公分，低温搭配水汽，合欢山也自初5半暝啊陆续落雪，雪量创入冬上大，地面上有明显的积雪。估计伫上西路的积雪也来到0.5公分。冷气团报道，拜一各地会愈换愈冷，受辐射冷却的影响，透早2暝低温感受更较明显。空旷地区低温有机会来到10度以下。冷空气的话，预计在这段期间的一个低温上来讲的话，包括像是在中部以北跟宜兰地区的一个低温上，大概就是落在13到15度左右。礼拜4到礼拜5，甚至在礼拜6的这段期间，目前看起来的话，就是下一波冷空气影响最显著的一个时候。这礼拜2波冷空气，第一波影响到拜3是偏大冷的感受，拜4搁一波冷空气接落来。强度更较强，可能来到强烈大陆冷气团的等级，搭配水汽感受寒冷。环境部监测随着2波冷空气连续落南，也带入境外污染物，初6起北部地区开始转为感觉小提醒，对敏感族群无健康的空品。所落来是整个西半部的空气品质也会变差。那它会随着东北季风逐渐南下会影响到这个竹苗，然后这个云嘉南、高雄这边，预计今天这几个地区的空品可能都会达到橘色提醒。环境部提醒，在着冷高压影响的时，伴随境外污染物移入，西北部各地拢可能发生高浓度的现象，提醒民众若要外出，要注意空品，敏感族群减少外出。若一定要外出的时，要挂喙暗来防护。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来看昨下晡桃园在厝地违规停车，有一个来刷车的查甫人无愿意配合警方的临检进行反抗，伫民众的协助，甲人抓起来，嘛发现讲这个民众是通缉犯，嘛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不是我的车啊！好，你先蹲着。我是来负责移车的。这架车违规停车，挡着店头出入。初5下晡1点50分，桃园警察分局中路派出所的警员巡逻时，接到通报前往新埔7街处理车辆违规停车的事件，通知车主刷车。40岁姓林的男性到场讲车不是伊的，伊只是来帮头家刷车，无愿意配合警员查验身份。来，身份证字号。我现在是怎样？身份证字号。为什么要报？身份证字号。为什么？我只是来吃饭而已啊。身份证字号。来刷车的姓林的男性汉操真好，警员来查身份，伊唔愿意配合，把证件摕出来，好问到身份证的2号就要流选，反抗真激烈。警员随叫伫后壁，并且靠支援，伫民众热心的协助之下，甲伊压制并且抓起来。该驾驶假意配合意图逃逸，立即遭远警及热心民众合力压制。经查，男子因案遭通缉，远警依法将其逮捕解送归案。这个姓林的男性因为毒品甲窃盗2案，获发布通缉当中，随后会移送新北地检署进行侦办。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再来看高雄的新港。来看，大家拢真关心，讲中央政府的总预算案，敢会当伫立法院2收回进前完成审讨咧？因为军公教的加薪无伫初3立效，有民进党的立委就批评讲，就是因为那样卡总预算案去挡军公教加薪。
也毋过有国民党的立委是指出讲，最近4届的军公教加薪，拢毋是伫1月份立效，指控民进党生话。有民进党的立委就呼吁国民党哦，若毋是要当军公教加薪，明仔载就互总预算案来完成三读。立法院会伫咧2月休会，利用政府总预算案，敢会伫咧休会进行三读，也毋知影。其中军公教加薪税3%，无伫咧1月初3汇入口座，估计差不多有73万人受到影响。搁一个引起压力的攻防，另外立委批评南洋立委卡总预算当军公教加薪税的代志。毋过国民党立委王芳美打出资料，表示7年来前到大并无伫咧1月初3钱汇入口座。王宏威现在是国民党党团干部，请他赶快去更改议程，明天院会总预算抽出逕付2读，完成3读。如果国民党做不到，那就是嘴巴说挺军公教。总预算通过以后，这个一定会在追溯。民进党一直用这个议题，事实上是担心他们的总预算因为他们的贪污舞弊、滥用公帑，被在野党大删特删。总预算还未三读，加上立法院长韩国瑜18就要带团去美国，才会让压缩议案审议的时间。民众党团总调温国昌嘛回应讲，会针对乌白编预算讨这公家的钱，伫审查的时阵有具体的行动。另外，调研嘛甲重点放伫咧财委法，立法院一直拢还未甲公文送去行政院。不过内政部新闻稿指出，修法了后，非法律义务支出会减28%，影响民生政策甲新的计划推动，去互在野批评讲是假信息。你依据哪里说我们今年14年我们的居住正义就有影响？所以就是你就造谣嘛。我们说居住正义不受影响的状况之下，要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一起来讨论如何分配财源。老世峰解说是以114年做例，试算出若修法了后，就要提差不多283亿的支出，理论上未影响114年的预算。针对新闻稿的内容去用批评，会当去检讨，嘛呼吁中央甲地方拢爱理性来讨论，希望修法了后，权责的分配甲财源，莫影响到各项计划推动。公司新闻台北报道。民进党立法院的党团总调郭建明话讲，要相罢免立法院长甲拿赢的立委。行政院政务委员陈时中嘛回应讲，2月初1要开始拼大罢免。民众党的郭昌是批评讲，政务委员无应该讲这款话，要求行政院长窦英泰马上撤换陈时中，无会反映伫总预算案的审查。民进党团的干事长吴思瑶嘛批评在野党用总预算案来威胁。民进党立院党团总调郭建明顶一日提出双罢免的概念，主张毋但立法院长爱改选，也阁要罢免41席国民党籍区域的立委。这个举动是引起南北大声批评。柯建明昨天7000多字叨叨絮絮，重点关键只有一个，就是他要拉下韩国瑜院长，换成他自己。柯总召他永远是动足机先，他永远是在创造议题跟引领议题，他进行了他个人认为要从结构性去改变国会的生态。针对行政院政委陈时中初5去南投草屯镇长补选造势活动，呼应郭建明发出2月初1开始拼大罢免。吴国昌要求行政院长窦英泰都要随甲陈时中换掉，若无总预算案审查，伊一定会有行动。陈时中的言行已经跨越了一个政务委员应该有的分际。台湾民众党党团会要求行政院院长卓荣泰立即撤换政务委员陈时中。我们不乐见，但它确实已经发生。在野党总是拿着预算案来要挟执政部门。针对市卡心讲郭建明的保镖投资中国的代志，初5伊嘛发声明表示，会请律师去台北地检署告刑事加重诽谤，也有去台湾高等检察署告市卡心等人甲中国共谋，涉嫌犯国安相关的法律。公司新闻台北报道。前民众党的党主席郭文地因为金华城案被羁押，伊的学生嘛是正正的副选干部柯富顺，疑似是指控讲郭文地早就甲政治现金摕回去处理了。前选政募款委员会的执行长陈淑心嘛表示讲，初募款的钱拢是交予陈培基，也毋过陈培基是讲要对这2个人提出告诉。前民众党主席郭文地加入去金华城拥挤案、政治现金案，搁一个去互羁押。过去的募款嘛去互质疑金流不明。真正做郭文地副选干部的医师柯富顺讲，
伊看到郭文德甲政治现金炸转去处理。也若选举的时阵做募款委员会执行长的陈淑心，伊嘛证实，讲募款的款项会交互陈培基，互陈培基是去一个第一人面册批评这两个人白白无念甲乌，已经请律师发准证信函，发讲要甲提告。这件事情为什么早不说晚不说？柯文哲主席之前被释放的时候不说，而在柯文哲主席即将要抗告，而且他再度被羁押的时候，才来这样子的泼脏水。过了10年以后，才配合民进党在追杀柯文哲出来讲这些有的没的，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针对柯富顺甲陈淑心提出相关的指控，陈志涵强调讲，万项拢会讲证据。不过，这两个人挑工作恶的行为实在是真恶质。若是唔会实的，甲话讲互清楚，会联动民事甲刑事做伙来提告。另外，民众党甲国民党乌烟，招民众11司法节迄一天去吉仔路甲总统热情着订孤机。不过，强调讲会延续国民党的意志，扮演在野党的角色。当民主进步党赖清德嫡系的立委林俊宪说我们只会有毛毛雨的时候，请大家站出来。让民进党赖清德看看这个毛毛雨有多大。凡是依法申请的请愿游行，我们都尊重。也若国民党起诉书的内容，甲部分的媒体报道的内容真相像，互台北地检署防止其侦查的内容有流出去。针对这点，地面勘表示，台北地检署在侦查处理并无问题。台湾高等检察署嘛同步进行行政调查，会当受社会公平。公司新闻台北报道。再来看，前美国国务卿庞佩奥受到邀请第4届来到台湾咯。早起伫一场演讲，伊强调中国绝对是美国重要的对手，嘛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无强大到会当决定亚洲甚至是台湾的未来。庞佩奥嘛呼吁川普政府应该爱护台湾伫公平竞争的环境，参与世界的舞台。前美国国务卿庞佩奥受台湾民间组织复合会的邀请，采纳第4届来台，一开始就强调世界要迈向永久和平，美台有共同的使命。People here in Taiwan and to the United States. Succeeding in continuing to build this model out will not solely rest at the feet of President Trump and his team. It will be shared with Taiwan. You will be crucial in this effort. Free nations, especially those in this area, in the Indo-Pacific, must send an unambiguous message to Beijing that you are free, that Taiwan is free, that Taiwan is independent, and it's going to stay that way. Nothing's going to change it. 早伫美国总统川普确定伫去年7月得到提名了后，9月复合会就开始接触，最后确定伫美国选举了后来台。捌是川普任内重要内阁的庞佩奥认为，川普伫点控的时代，中国绝对是美国重要的对手。不过也再指出表示，习近平绝对袂当决定亚洲甚至是台湾的未来。We referred to them as an adversary, right? This language mattered. It was hard fought. A bunch of us were in there arguing for even stronger language, but we made clear that this was something that posed a substantive risk to the United States in real time. There are complex questions about how to achieve that. We battled them too. Much like Taiwan, we had a significant piece of our economy tied directly to activity inside of China, and so you have economic considerations that bear on this as well. 对台湾伫国际地位定互中国打压，庞佩奥是呼吁川普政府应该互台湾伫公平竞争的环境中参与世界舞台，不管是学术、商业，甚至政府甲政府之间，拢有更较亲密的接触。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国际新闻来看，川普1月20日要就职，意大利的总理梅洛尼初时就飞去美国，甲川普见面，表示友好。另外一方面要管理政府效率部的特斯拉创办人马斯克，伊进前批评德国的总理甲政局，初五又搁讲英国改革党的领袖需要换人，嘛批评现任的领导人法拉吉无责任。根据意大利媒体报道，意大利的总理梅诺尼初时秘密对罗马飞往美国了后，就直接去川普伫佛州的私人海鸥俱乐部。川普会面梅诺尼的时，身躯边有美国新政府内定的国务卿卢比欧、内定的国安顾问瓦尔兹等人，这台规格是真悬。双方的大使也拢在场。梅诺尼初五打出两个人做伙翕相的相片，并且强调意大利已经准备好甲美国的新政府合作。川普也学了梅诺尼扫过欧洲，
梅洛尼也将做川普胜选以来到不州拜访川普的少数外国的领导人之一。川普在1月初胜选了后，有见阿根廷的总统米雷伊、匈牙利的总理奥班、甲加拿大的总理杜鲁道。根据了解，梅洛尼甲川普讨论包含乌克兰战争、中东局势甲关税等等。原来梅洛尼一直是乌克兰上有力的支持者之一。意大利的媒体指出，和梅洛尼发动这届访问上大的原因，可能是为着解决意大利女记者莎拉和伊朗拘禁的问题。因为梅洛尼的保守派立场，伊互看作是川普有可能的重要的合作伙伴。原来梅洛尼也甲要掌握川普政府法律部门的亿万好家人马斯克关系真密。不过，马斯克最近一直插手英国的政治，引发外界的关注。马斯克顶个月才甲英国的解决党领导人法拉吉会面，进前佫传讲马斯克要捐1亿的美金予解决党，希望这个党会当伫后届的大选打败工党甲保守党。不过，马斯克初5的态度大改变，伫社群平台 X 顶面发文表示，解决党需要一位新的领导人，法拉吉无即寡需要的条件。马斯克进前一直互批评，想要影响英国的政坛。去年热人英国爆发反移民的骚动以来，马斯克捌真侪届批评英国的首相施凯尔，包含最近佫重新提起2012年英国罗奇戴尔的性侵囡仔案件，指讲施凯尔苏当时担任总检察长的时阵处理无好势，佫强调为着英国的利益甲安全，应该解散议会，提前举行大选。公司新闻。景元庆编译。再来看南韩的地方法院将对总统尹锡悦发布的解逮捕令今仔半暝12点就到期。有韩国媒体指出讲，高级公职人员伫犯罪调查处已经发公文要求警方接手来执行。今仔敢会抓人呢？各界拢真关心。伫首尔龙山区汉南东的官舍外口，有几类团体上千个民众伫咧大声示威，有一阵是尹锡悦保守派支持者，另外一阵是要求尹锡悦随下台的反对派人士。警方甲两边的人分开，严过要甲尾暗的时阵，有一阵反对尹锡悦示威者突然间冲破警方的路障，甲要去总统官舍的路占条嘅现场的气氛真紧张。警方甲本来会当过几条车道也封起，即天的温度降到摄氏零下5度，首尔一寡所在雪已经落到6公分深，大雪灾害危机预警级别，也对关注升级到注意。 눈이 와도 대통령은 전 안에 있고 저는 이 근처에 살고 있고 그리고 눈이 날씨가 춥다고 해도 저는 계속 이곳에서 살아야 되잖아요. 그러면은 연기할 수도 있다. 그리고 20대 지지율이 어마어마하게 올라갔다고 합니다. 南韩法院签的总统尹锡悦逮捕令初6会到期。 南韩高级公职人员犯罪调查处初5想要执行无成功，无排除伫咧期限进前完成。 대통령 경호처는 지난 1월 3일 공수처의 윤석열 대통령에 대한 체포영장 집행과 관련해 대통령 관저 진입을 승인하지 않았습니다. 대통령 경호처는 무작정 수사기관의 법 집행을 방해하고자 하는 뜻이 아닙니다. 因为被质疑为总统的安全服务已经变作私人军队，警方处反驳讲这是侮辱性的言论。在过去60年，因保护所有的总统，无论伊是什么派系，尹锡悦律师尹家根讲逮捕令违宪，尹锡悦将会亲自出席庭审，并且自我辩护。 南韩伫咧过去也捌有共款被弹劾的总统，像2004年的卢武铉、2007年的朴槿惠，严过因拢无家己出席庭审并且辩护。伊若伫南韩政坛这么动荡的时阵，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初5到首尔，这也是伊国务卿任内最后一遍出访。相关的行程也佫安排日本加法国。布林肯强调，美国扩大加日本、韩国的合作，作为拜登政府印太战略的一部分。 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来看极地恶旋落南，美国面对今年头一个冬季风暴系统的威胁，有来9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6300个美国民众的生活受到影响。这场冬季风暴嘛可能会出现10月冬来上低温加上济雪量。 美国国家气象局针对堪萨斯甲密苏里发出冬季的风暴警报，尤其70号州际公路以北地区有暴风雪侵袭，至少积雪20公分。因为极地光热层落南，加真寒的气候对北极传到美国中部，并且阁有极端天气的发生。
堪萨斯、密苏里、肯塔基、维吉尼亚、西维吉尼亚甲阿肯色，各有纽泽西州部分的地区，拢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肯塔基州的州长贝希尔伫当局接到真侪站车祸通报了后，公开请民众踮伫厝内。堪萨斯州初五透早就开始落冰雨，并且有大细透蓝。有民众表示，堪萨斯市的道路看起来就亲像出冰场同款。另外有大货车、连结车等等伫结冰的路面驶的时阵失控。当局预测会有30公分的落雪。初五暗时了后，落雪范围会向东扩大到俄亥俄河谷甲阿帕拉契山脉中部，初六透早到中大西洋花地区的北部。全美国已经有数千航班互取消，上万航班延前，陆上的交通也拢断去，学校停课，有超过30州，超过6000万人，伫一场强烈的冬季风暴的威胁当中，除了可能造成大停电，另外的使用暗算也达到冬季新悬。另外，根据华盛顿邮报的报道，北府西边的地区，初五到初六，一暝之间可能会降雪25公分。出门凡是有危险或者是无方便。1月初六，伫国会山庄有一场重要的会议，是去年总统大选当选人川普进行当选的认证。不过因为天气的因素，可能影响到出席。众议议长强森希望全员拢到。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受到强烈冷气团的影响日本的北部和西部是。过来消息来看，台北市一岁查甫囡仔凯凯遭虐待死亡的案件，负责医护人员姓陈的社工是获检方以过失致死罪嫌起诉。伊今仔出庭嘛是坚持讲伊家己无罪，佮强调讲伊一切拢是按照社工的服务流程来处理。双手插伫落地啊，规身书包安安。伊是医护人员姓陈的社工。伫查甫囡仔凯凯遭苦毒死亡的案件，妨以过失致死等罪嫌来起诉。台北地方法院初六头一届开庭审理。不解释也不认罪的意思吗？没有什么不承认吗？无到半点钟，开庭就结束。这个姓陈的社工涉嫌访视不实，甚至伫凯凯死亡了后，赶紧甲2号的高站创一个群组，修改访视的报告，佮讨论要安怎来因应检警后续的侦办。不过，面对检方的控诉，伊伫法庭要是讲伊无罪。最主要是问题是说，你当初应该在访视的时候，你没有去确实的做访视嘛？那不然怎么会就是小孩子的额头这个伤这么明显的？结果你却一点反应都没有。涉案的社工唔认罪，伊主张检察官起诉的内容伊拢无做，或者是对伊有误解，佮讲伊无写不实的内容。照社工服务流程，拢是先做笔记，事后才佮登记。伊的委任律师嘛讲到，被告每个月拢有访视，也佮无定时敲电话，佮用信息联络。不过起诉书引用真侪规定，相关的工作事项拢并不是伊负责的。他根本就是主谋，如果他不是主谋，没有办法解释他一切诡异的言行，利用社工职责围堵掉凯凯全部得救的机会。社工他在这么长时间去做探访，他不可能完全看不到这个孩子有任何的异样。社工就是把关，他应该去看保姆这个人有没有什么行为上的异常。凯凯的死引起社会关注，有真侪民众烧酒去法院抗议，批评社工失职。台北地方法院开庭了后，照检方提出的请求，甲人限制出境。迄那涉案的年某这对姊妹啊，嘛伫下晡阁开庭来调查。公司新闻台北报道。来看苗栗有一个太太杀案婴仔车要带3岁查某孙过车路，煞去互一台倒滑的车弄着，加载是无性命的危险。这个驾驶上侪是用罚3万6，卖吊扣驾照1档。监视器翕到这姓陈的查甫人杀囡仔车，内底坐是3岁查某孙，花条线路已经行一半，扣小车伫倒滑的轿车直接甲弄到，姓陈的查甫人甲囡仔车拢倒伫涂骹，开车司机也赶紧来看卖。女性左手肘以及左膝盖有轻微的擦伤啊，那女童的话嘴部有流血的情形。警消接报了后，赶紧甲2个人送病院。姓陈的查某人甲3岁查某孙身躯真侪刺伤，加在性命异常稳定。代志是发生伫初5早时8点半左右，当时这姓谢的人开车伫文化街甲八德里路口准备要倒滑时，无注意到姓陈的查某人将杀囡仔车要过大路，安尼直接甲弄到。谢姓驾驶酒测值为0，为针对其行经行人穿越道未礼让行人，并肇事致人受伤等行为自担告发。即便是绿灯，我也是会注意周遭，因为你不知道人家会不会闯红灯。
警方也依照违反道交管理处罚条例来开单，应处上悬36000块以下罚款，并且吊扣这姓氏查甫人驾照1年。根据道安总动员的资料，全国去年1月到10月记录人交通死亡人数是296人，甲去年同期来比较是减少8人。以苗栗县来讲，比去年8人减少2人。因为台湾交通安全协会讲，开车人等弯的习惯也是爱改善。其实通过路口的时候，车辆要走哪一个车道，要通过哪一条轨迹进入哪一个车道，这个其实都是规划好的事情。林志学讲，绝大部分路口改善了后，拢有画这个引导线，开车人应该避免用测试过方式来倒弯，经过这回条线时，更加应该爱真细腻，才法度来确保安全。记者综合报道。新北市新大五路一栋大楼昨中昼外墙的态度落来，去讲到一个查某人的头壳，赶紧送去病院治疗。新北市工务局嘛去了解，是11楼的外墙态度落去哦。这栋大楼的管委会会罚款6万块。车真侪大路熊熊一阵烟雾飞起来，虽着看到龟头卡喙齿石头，原来是大楼有泰路落落来。当时一个查某人拄好经过，互泰路撞到，造成头壳受伤，当场会插滴，赶紧互消防兵救治，加在是无性命危险。警方到现场，赶紧用黄线围起来，避免搁再有人员受伤。现场当时真混乱，社区管委会甲环保人员甲这泰路集中清运，停伫顶仔卡的机车也有泰路撞到，当时也有经过民众也差1点就有泰路撞到。小朋友就经过这个路口，那一进来之后，大概隔了几秒钟，整个这个墙外的瓷砖就掉下来了，所以是蛮危险的。这应该是这个大楼比较久的，如果掉那一块的话，有可能会延伸到旁边。新北市派人到现场勘查，确认泰路是由社区11楼外壁落落来。依照建筑法规定，建筑物所有权人也是公务大楼管理委员会必须申请管理的责任，刑罚管委会6万块。依法规若无改善，应连续来处罚。处社区6万元的罚款，并且请社区紧速来检视，如果有其他有立即掉落疑虑的部分，应该要紧速的来去做排除。那是因为外壁爆炸致人伤亡，后续也面对民刑事赔偿的责任。因为连日听到泰路落落事件，内政部国土管理署也提醒，在天气好天如雨加冷热转换时，外壁泰路落落情形恐惊较严重。地方政府应该落实相关外壁巡查、列管甲通报管理的机制。记者综合报道。台中西屯区一间菜馆行，一个查某店员去年受到一个固定人客性骚扰，被害人最近去报案，这人客是出名化冤枉哦。也毋过有妇女团体是真肯定，这个被害者有勇气来对外求助。监视器的画面翕到查甫摊女店员行出柜台时阵，伸手摸女店员的面，佮出手共摸尻川。女店员想要抵抗，这个查甫煞搁再伸手。代志发生伫咧台中西屯一间菜馆行，这个女店员的查甫朋友伫网络指控，一个主顾客对去年3月到12月，甲女朋友性骚扰过落解，时间超过半年以上。被害人最近甲警方报案。我们举依规定受理，检具相关事证后，依法就办。这阿伯啊，有啊，有捌来啊，你捌来啊？你捌看过啊？捌来。我这的人啊，附近的人啊。蔡根行表示，去互性骚扰女店员已经请假。附近的民众常在看到这个查甫来买菜馆，店内嘛定定关来一个女店员，知影讲家己去互指控性骚扰，查甫人嘛出面化冤枉。我都那就大家咧家咧佚佗哟，我嘛无解安怎，对无？那就朋友安遐咧趣味安怎无啊？查甫人讲，甲这个店员有财务往来，而且已经真熟，好认调工性骚扰。警方目前正在侦办当中。妇女团体表示，工课场若发生类似的宽限性骚扰，常常因为被害人是弱势，只好吞论落来。碍于就是说他是弱势嘛，他是打工啊，不是就是拿人家薪水嘛，那当然他会隐忍嘛。以我们的经验就是说，其实都是在7成以上的啦。魏淑珠表示，除了事发当时爱把证据留落来，嘛爱勇敢提出。也若指控应该确保申诉的管道无阻碍，才会当改善工作的环境甲女性的权益。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再来看高教工会锁定大专教职人员人数上侪30间学校，分析发现讲有7成申诉霸凌无定出处理的期限，有9成是欠缺制度甲规范，所以要求教育部佮劳动部应该要求改善。
我跟同事们经历了不法侵害和职场霸凌的残酷事实。靠讲家己伫校内受到霸凌的过程，已经甲真侪年的陈老师，直接讲伊家的私校工作过劳，尤其对霸凌案，校方处理无积极，互人身心创伤。还是让霸凌者继续担任我的主管，继续对霸凌者施压，还打我的年度考绩，完全没有保护霸凌者。伫高教工会协助之下，陈老师站出来，讲家己受到工课中霸凌的痛苦经过。也拿高教工会锁定大专教职员人数上侪30间学校，分析发现讲，有7成学校申诉霸凌，却无处理的期限，9成学校是欠制度甲规范。如果不成立，我可以怎么救济？如果成立的话，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相关的一个处分啊，或者相关的一个相对应的措施？没有，高达7成的学校完全没有。同仁他在决定要投诉之前，他会要鼓起很大的勇气，然后不断的在想，我该去通报吗？我该去申诉吗？因为接到真侪教职员受到霸凌的求助案。高教工会呼吁讲，校方伫工课中霸凌或者是不法侵害的调查处理程序，若针对校内的处理不好，应该建立校外搁再申诉救济管道，要求教育部甲劳动部监督各校改善。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农业部拍算要先增加955种动物禁止饲、禁止进口，包括目镜、开门壳、佮有细熊等等。也毋过有动物团体是批评讲，提出名单的单位是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毋是野生动物的专业单位哦。学者嘛建议讲，要先做好风险的管理甲教育。动保司是回应指出讲，会先来禁止有强势的物种。怎么了？怎么了？好啦，为什么？笑讲因兜的酷鱼真够讲话，看起来真像咧摸酷鱼的头。伊是外号沙西米的酷鱼训练师，除了开课程，也伫网络直播分享饲酷鱼的感想甲正确的知识，希望减少大众对白汤类的误解甲歧视。不过，农业部正常开会讨论，要增加955种的动物禁止饲甲输入，亲像目镜、开门壳、酷龟、细熊等等。动保司基地以4卡道中伫南部地区影响到的自然生态来看，必须要做一寡适当的限制。饲养的物种，或者是那个外来入侵，或是生态、公共安全影响的这些，会做适当的一些限制。那这部分我们大概也是依照国内的一些实际上的一个状况去做一些处理。台湾两栖白塘动物协会批评讲，这届拟出955种禁止饲的动物，评估单位是工研院，毋是野生动物甲特殊异血宠物的专业单位。反倒宠物的市场甲即马流通的真侪物种，未来可能全面拢禁饲。我现在能推广什么？爬虫类、手工吗？球蟒吗？这些就是饲养比较需要技巧，我才需要推广或教育，不是吗？让一般人知道，这不是说想养就养，说不养就可以不养的动物。有学者建议，部分的物种虽然爱有公共安全甲动物福利的风险，不过爱做的是风险管理甲饲主的教育责任。若全面禁止，可能致使宠物地下牧业，或者是非法饲的状况更加严重。各地县市政府也可能无法度消化上济收容量。动保司对此回应讲，针对有强势的物种会优先实施，有讨论空间的物种是另外做配套的措施，也未有实施的时间表。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台湾伫109年这是正做考第1的会议区，互迪拜当开放外销。防疫署是呼吁讲，即马要过年咯，提醒民众入境就千万唔通炸国外肉制品转来台湾。旧历年就要到啊，真侪民众拢会趁年节送礼出国旅游。防疫检疫署就提醒，台湾周边的国家拢是属于非洲低温区。所以边境的管理就真重要。伫过年期间也会加强宣导旅客卖炸猪肉制品的物件。生鲜的是部分有，就是没有经过煮熟的。那也有猪肉制品，譬如说香肠啦、腊肠，或者这些已经做好的这些饼干啊这些东西，还有肉制品的，其实里面
都有可能会有病毒的潜藏在里面。目前台湾伫109年正式封列做口地疫非疫区，113年也封认定做非洲低温的非疫国。今年5月份也有机会正做是传统低温的非疫国，无简单有这个成绩。兽医师工会提醒，不管是青肉也是其他的肉制品，拢要避免对国外炸入来台湾。其实我们一般的把关其实会在猪场跟在屠宰场。那另外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地方，就是说国外的猪肉的这些食品，或是国外的生猪肉都不要带到台湾来，让台湾的猪只受害到。防疫署也指出，过年期间旅客较济，到时阵也依照入境人数进行流量管制。另外，当年1月初6是兽医师节，防疫署表示，因为兽医师的打拼，台湾低温济动物的防疫，才会当做了这么全面。拜一也特别颁奖予服务30年到70年的兽医人员，感谢全国兽医师对动物防疫、公共卫生、食品安全的贡献。记者中嘉嘅谢桂玲台北报道。台中的文山文化厂改建工程，本地按算去年底就要动工，也毋过到今阁还未上网络公告招商哦。有民意代表是批评讲，这款效率实在是真离谱。有环保团体嘛质疑市政府是有啥物立场，会当来监督中火污染呢？市政府是强调讲，最近就会公告招商咯。1995年完工的台中文山文化厂，市府规划81开放换新，讲旧年要动工煞一再延期。环保局讲旧年年底进前要就网公告招商嘛跳票。台南同一期规划城西文化厂 BOT 案，目前的进度就已经到70%，地方是完全无法度接受。为什么人家速度那么快，已经完成70%，我们台中市还是原地踏步？所以啊，我们的周围的居民还是里长。都跳起来了。2025年1月6号了，医院都已经过了6天了，但连招商的公告都还等不到。那我想这严重影响了南屯居民的呼吸权，希望市府尽速来做说明。文山文化厂已经起码30年，林佳良时期规划10亿要换新路，卢秀燕就任以后改做推动文山文化路 BOT， 不过6年来是全无进度。环保局表示，去年12月23已经召开文山文化厂兴建营运移转案遴审委员会，决定评选方式，依照促参法规定办理招商准备作业，后续就要公告。该案目前已经来到公告前的关键时点。环保局除依委员意见修正文件外，并严格审慎检视相关行政流程，以求完备。你自己市府的污染源都没管好，然后要更新也不赶快更新，然后你要怎么去要求人家什么加盐排放标准，要求大家减量，你自己就做不到嘛。环保团体认为，市府以污染做理由，要求台中火力发电厂检讨团，所放任家己下骹管的文山文化厂工程延期，一直用旧路咧烧，造成污染，市府才应该出面解说。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台湾的水库拖沙积底的状况真严重哦，为着要延长水库的寿命，稳定供水，水利署去年计共是标出2512万立方公尺的拖沙，是有史以来上济一档哦。另外，目前水库拢有8、9分满，水利署嘛表示讲，伫今年头一季的水情阁算乐观，也毋过嘛是提醒大家，嘛是爱省水。去年10月有山岛鱼含空瑞这2个强烈风台扫入来咱台湾，大量的雨水甲水库灌甲尾田。目前台湾上大暂温水库嘛创下4个多月以来拢满库的记录。但是水利署表示，雨水定会甲土沙冲入来水库，造成土沙积底的问题。这几年来，水利署运用关键水位无共的清刷策略，伫咧去年总共甲2512万立方公尺的土沙拼出来，这个成果嘛创历史新高。即马水库的淤积率差不多3成，水库的水水位也低迄阵阮就直接用怪手，这个库底就拉挖起来，拉清清的。水位较悬迄阵阮就有迄个抽泥船，有迄船会当用迄个瀑布拉水、拉沙甲水拉抽出来。
另外，针对气候的状况，气象署是表示，虽然反省营要各地发电，不过强度较少。不过，伫咧今年第一季台湾的雨水量会较少，但是气象署表示要再继续观察。在西太平洋这边是一个比较暖的一个海水区域，所以在反映到大气上的话，它会是一个气旋式的一个环流，所以它反而会是让这个台湾北边的冷空气会有比较容易往南下的一个状况，所以在台湾这边气候上来讲的话，会是有比较偏冷的一个情况出现。那在第二个的一个影响的话，就是在于是降雨的部分也是会有偏少的一个趋势出现，那只是说每一次反圣婴它所发生的一个状况之下，它其实对于台湾的一个气候上还是有一些很大的一个不确定性。根据水利署的资料来看，目前全台湾主要的水库脱水量拢有8-9成。水利署表示，虽然今年以来11月、12月雨水量无增加真济，不过目前第一季1月至3月的水情还阁算乐观。但是早当地瓦布产的用水量大，因要是继续谨慎观察精准调度，确保民生和各产业的用水量。记者卢尚如、林晓凯台北报道。来看伫台东县哦，已经有67档历史的是家长的文化，最近咧争取登录做台东县的无形文化资产，已经在审查咯。为着要互民众来了解家长文化哦，台东大学嘛针对是家长设计游戏、签诗，佮有囡仔册，咱做伙来看卖。听讲是家长是文化大地，带到民间来驱邪祈福，拢总有13回。每一个家长的进步无同，面谱甲服装也无共款，话真威严惊人。为了好民众会当了解这款的民间风俗文化，台东大学的华基文学系师生就会用文学角度，甲台东县综合奖合作，设计数位游戏、签诗绘本等创意民俗文创品。为什么是星光与阴影同时？我遇到不幸运的事情，但是别人都遇到幸运的事情，但是其实在很多时候只是自己没有发现而已。因为我们是华语系，然后用文艺的方式来告诉大家这个命运跟文学之间的一个关系，这样。家长通常伫庙会活动由真人来扮演，外界定将这款的文化甲中大生也是帮派想做伙，造成误解，也失去文化意义。台东县文书工作者甲庙方为了保存在地有67年历史的是家长文化，佮改变外界对家长文化的误解，特别申请登录做台东县无形文化资产保存，加做台东县第一件以家长名义的文化资产。我们的脚步跟脸谱始终是保持着我们从东港过来的时候的一些传承不曾改变。它蛮特别的是，它是以石家匠这种画脸着装出军的一个过程当中做一个登录。文化署表示，无形文化资产保存认定，主要是以人甲社会经贸互动关系为主。十家长伫台东县的民俗文化受到地方肯定，目前已经进入实际审查阶段。今年有希望通过未来会甲管销条件早下单侪名的宗教类文化资产。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台湾今年就会加做超高龄社会，统计显示讲55岁以上的壮世代，一半是无大学学历。教育部宣布要启动第3人生大学示范计划，要针对55岁以上学生来设计课程哦，会包括 AI 高龄照护。目前已经有38间的大学加入了。一名18岁至22岁学生，伫咧校园内骑脚踏车享受大学生活，这就是大家印象当中的大学生活。不过，伫咧114年8月份开始，就会当看到55岁以上的壮世代伫咧大学校园享受大学生活。第3人生大学其实台湾的社会就是面临到所谓的一方面是少子女化，另外一方面就是高龄化的一个冲击。那我们希望说，教育部推出这样的政策，可以符合民众还有学校的一个需求。为着要因应2005年超高龄社会，教育部推出来第3人生大学示范计划，提供55岁以上的壮世代重新进入校园。这届拢总有38间的大学参与示范计划，课程内容包括人工智慧、金融科技、高龄照护、健康护理等等的主题。若是顺利完成128学分，就当摕到大学的毕业证书。透过这个计划，我觉得有很好的机会，在中高龄以上的人，除了自己原先已经学会的有的专长之外，开发新的专长。根据教育部统计，台湾55岁以上的壮世代有一半的人口是无大学学历的。第3人生大学示范计划除了协助壮世代摕到大学学历，嘛希望透过课程增加无共世代之间的交流，甚至协助壮世代重新进入产业市场，解决台湾欠工的问题。记者戴阿双、柯敏哲台北报道。
来看捷克首都布拉格最近推出一款正特别的旅游行程，请家友来做导游，带游客来体验底层的生活。加一转大约是台票490块，那么做伙来体验。伫咧捷克首都布拉格的国家博物馆门头前，54岁导游拉达边啊有真侪游客唯一要听伊讲。不过伊讲的毋是博物馆的历史或者是展览，而是伊家己过去伫咧路的流浪食毒的经过。当拉达讲到伊家己食毒食30年，甚至为着生活变做性工作者时阵，游客表情拢正沉重。不过拉达伫咧讲到伊这段不堪的人生时阵，并无后悔，是有着希望勇敢面对未来。Že ten můj zkažený život je aspoň k něčemu dobrý, no. Že prostě dávám ten odstrašit říkat těm ostatním a můžu se to vypovídat, jako mě se vždycky uleví tak nějak trošku. 拉达伫咧4年前解读成功，并且真做社会企业公司 Praga Lic 的导游，带游客熟悉布拉格的底层世界。伊也讲，伊即马依然伫咧做性工作，赚钱互厝来用。布拉格伫1990年代犯罪加毒品的问题正严重，造成街友大量增加。根据社福机构统计，目前街友的人数有要加4000人。社会企业公司希望会当请街友来做导游的方式，让游客对无同角度来熟悉布拉格，并且对底层民族的无奈加困境更较有同理心，减少对街友的偏见加歧视，促进更加多社会共鸣加包容。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辑。再来看捷克布拉格的东北部有一间家教，会予一档后特别放放出去的受训营，负责来训练带路狗，要予这个受训营提早为重返社会来做准备。望讲因学会晓安怎来照顾动物，安怎来负责任。这间家教放出去的受训营在犯率嘛比其他的捷克家教低真多。这两只乌色的拉布拉多狗才2个月大，实在有够高水。伫捷克首都布拉格东北边的这间家业，为了要协助受刑人伫咧刑期办了，会当赶紧适应，重新回到社会生活。互迄个刑期只敢剩1年的受刑人，负责甲狗训练成这导盲狗。结果工作者发现，因为家业的生活正规律，所以家业训练导盲狗成功的机会比一般的训练所加较悬。Zvířata nám tady zapadají do koncepce z hlediska posilování pracovních návyků odsouzených, anebo přímo u někoho i získávání nových pracovních návyků a slouží nám to i současně jako terapeutický prvek. 那是狗，受刑人也可以照顾其他动物，安尼适当同时兼顾受刑人的心理治疗。家业也用北欧的管理方式，一寡受刑人会当牵狗出去外口，互狗适应城市的生活。Odsouzení s nimi jezdí na takzvané socializační vycházky, kdy třeba s pejskem jezdí v metru, učí se vlastně jezdit na eskalátorech, v MHDčku a i vlastně nákupní centra a ten ruch toho velkoměsta, aby ty pejsci pak zvládali, až budou sloužit s tím nevidomým. 这间家业自2017年开始用，怎么总共有800位犯人，因为定定甲狗做伙，受刑人就讲。这寡动物就敢若兄弟共款，因为毒品交易甲人口贩卖被判刑的这个受刑人讲，照顾这寡动物可以学晓负责任。Péče o toho psa nám přináší hlavně radost, samozřejmě radost z toho, že tady nejsme sami, že tady někoho máme, protože ve výkonu trestu jsou lidi, s kterými prostě třeba byste nechtěl být, ale musíte se s nima stýkat a tady se psem byste chtěl být vždycky, že jo. 伫咧捷克，刑期满放出受刑人，搁在犯罪比例是70%，不过这间家业才17.2%。到目前，因成功训练出来导盲狗总共有12只。公司新闻沈乐培编辑。来看天气哦，今仔日阁有一波冷空气的报告，下晡开始哦，温度就开始降低，愈暗会愈寒。气象署嘛针对中北部阁有金门地区，计将是8个县市来发布低温特报。这波冷空气哦是较大冷，也毋过拜四开始，佮受到另外一阵冷空气的影响，水汽会变高，所以这礼拜拢会真冷哦，民众就爱穿好些。咱来看下半部各县市详细的资料。北部地区上低15度，上悬19度；中部地区上低14度，上悬22度；
南部地区上低17度，上悬25度。东部地区上低18度，上悬21度。外岛地区上低12度，上悬19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